是我画看基真光。早前咱伫世界沉沦，享受最终快乐温顺，是命黑暗若手不分。若我话当看起你真光，想思奉生活命才有。照着基督耶稣来吃，靠着上帝旨意来行，我要顺坦诚心来引带。我心较无亲近你，你的作为真稀奇，保守我的道路无偏离。我要专心朝找你。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圣经共读，咱要接续来读《申命记》14章第1节到21节。我要用现代台语和日本圣经来读。禁止丧礼的献算。第1节，恁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子民，毋通为着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也是头下剃光光，因为恁是归属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上主有对地上万民中间拣选恁，做伊特别的子民，清气甲无清气的动物。第3节，所有通掩黑的物，恁拢毋通食。下面是恁通食的精生、牛、绵羊、山羊、鹿、羚羊、赤鹿、野山羊、麋鹿、赤羊、姜仔，所有分地佮番草的精生，恁拢通食。毋过，简单有番草，也是简单有分地的精生。恁毋通食，就是骆驼、兔仔、石番，因为因有番草无分地，对恁是无清气。猪有分地，毋过无番草，对恁嘛是无清气。这个动物的肉，恁毋通食，因的尸体嘛毋通摸。水中有鳍有蓝的，恁拢通食；所有无鳍无蓝的，恁毋通食，因为因对恁是无清气。清气的鸟恁拢通食，毋通食的是鹰、枭、雕、鹌、小鹰、麻雀甲伊的类，乌鸦甲伊的类，岛鸟、夜鹰、鱼鹰、雀鹰甲伊的类，暗公鸟、孤黄、猫头鹰、鹈鹕、草头鹰、鸬鹚、鹤、白灵狮甲伊的类，地价鸟甲蜜蜂，所有有翅佮会扫的，对恁是无清气，恁毋通食。毋过会飞佮清气的，恁拢通食。自然死的动物，恁拢毋通食。毋过，通互恁城内寄居的人食，也是袂互外族人，因为恁是归互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毋通用山羊母的奶饲伊的囝。以上。读完《申命记》第14章第1节到20节了后，互咱有一个直觉，好亲像伫讲2项真生活化的代志。第1项就是丧礼的行为以及第2项什么通食，什么毋通食。但是其实
伫即一章重要的核心，毋是要讲这个规定条例本身，乃是要伫咧回答一个真根本的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信仰的分别，要对通解日常来开始。上帝百姓甲世界到底有甚么款的无相像？毋只是伫咧敬拜无相像，连面对死亡、食啉生活，拢着无。第一节甲咱讲，咱嘛咧想，为什么上帝禁止特定这个丧礼的行为呢？圣经甲咱讲，恁是上主，恁的上帝的子民，毋通为着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还是头下剃光光。这嘛互咱思考两项事。第一项，当时文化背景无相像，伫古代军东甲迦南的宗教的中间，挂上身体、剃下头，通解常常看见的就是伫迄个丧葬甲宗教仪式的中间，因是伫遐要用来死人因的祖灵或者是偶像，表达因迄种哀伤企图伫遐要来讨好因的神明，来换取一寡的保庇保佑甚至伫遐用老血伤害家己华语讲自残来表达对迄个神明的忠诚所以这个行为呢，伫本质上甲拜偶像、死亡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咱若去看利未记19章27节到28节，列王上卷18章28节，遐听我来看出。第二项，咱嘛咧想，上帝真正禁止的是甚么货？上帝伊毋是禁止哀伤，乃是伊禁止三项事。第一项，用无属上帝的方式来面对死亡，将死亡甲祖灵连结，当作是毋望的来源，这是上帝第一项爱禁止的。第二项呢，用伤害家己的方式，互神来欢喜，挂身躯剃头袂通换到上帝的欢喜。第三呢，模仿学习外邦这宗教来失去分别。咱上帝百姓若照安尼做，就甲万民无有差别。所以上帝所爱的是甚么货？听叹、顺服伊，乃毋是模仿这个世界。咱若对于第一节到第二节，遐嘛甲咱讲，嘛听我看见，这项事非常的重要。上帝的儿女重要身份的宣告，讲恁是之水你们是谁？恁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囝儿。第一节咧明明安尼甲咱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代表什么货呢？甲上帝有生命的连结，毋是和死亡合作的人，无需要靠伤害家己来伫遐来证明迄种的忠诚咱是属于永生、慈爱、供应甲保守的上主上帝对待伊的百姓，就好亲像老爸对待伊的囝儿相像，抚养、管教、保护、引带。第二节遐讲到是圣洁的子民，上主对地上万民的中间拣选恁，做伊特别的子民，做伊特别的子民。而且有讲到三项的名词，第一项是圣洁，对外邦风俗的中间伫遐来被分别出来。第二就是拣选，毋是出于人的定义，乃是上帝的怜悯。第三项，做伊特别的子民，原文的意思是讲非常贵重的产业。每一个子民拢是上帝贵重的产业，是上帝对于黑暗中挽回完全属于
伊个宝贵的产业中间。上帝的百姓本质上就甲世界无共款。煞接咱若对第3节开始来看，想一样事，为什么上帝连吃都要管？为什么神连吃都要管？这有一个真重要核心的原则：所有通掩污的物，恁拢毋通食。伫圣经中食，其实毋只是伫咧讲啉食尔定，乃是包括伊的接触、接收、消化、同化，诚做生命的一部分。食什么代表你就是甲什么伫遐来建关系。第二样，上帝设立饮食的规条的目的，毋是只是健康，也毋是只是任意的限制，乃是要爱互当时的百姓，每一工会记你家己是分别出来的子民，伫同个最日常生活的中间来学习，来顺服上帝。咱知影亚当伫食的顶面来跋倒，上帝和伊的百姓伫食的顶面重新来学习顺服。圣经内底嘛透过几项真具体这物件事物，帮助这子民来了解，互因经历属灵的生命。第一项就是迄个走兽，而且讲本地还佫加翻草。本地呢代表就是意思就是讲行动要有界线，甲世界要有分别。翻草呢，讲华语讲反刍，动物从胃内面的食物，会通佫伫遐逆流，佫倒转来到伊喙的中间，佫伫遐重新步了后，再佫吞落去。这比如什么货呢？伫遐重复伫遐侵入，不断伫遐反复真细致伫遐来思考做一项事，会当伫遐透过安尼翻草，这个反刍的这个动作消化上帝的话。所以圣经甲咱讲，这两项袂当欠一项，若欠一项就是无清气。水中的生物讲有奇有难，这个奇代表有方向，无对着这个潮流伫遐走，有主见，无迄个盲从不盲从，伫遐无对人伫遐呢来随波逐流。难表示讲有保护，无互世界污秽进入污秽咱的心。第三项讲飞鸟，通食的属生命属天，毋通食的是表示残忍伫遐来抢夺。上帝儿女是爱出世入生，是光明之子，生命毋是倚靠或者是倚靠已经死亡的事物做食物，或者是做营养分，是爱甲死亡有分割，追求生命丰盛甲属灵活力的生活的态度。这是透过圣经内面一寡的事物，互咱了解经历甲属灵的生命有关系。透过今仔日的圣经，嘛有几项提醒咱。第一项，信仰的分别是对生活开始，上帝百姓的分别，毋是口号，乃是生活方式。连最普通的代志，丧葬、食啉清炒，面对死亡的态度，拢爱互人看见。伫迄个民数记23章第9节遐安尼记载讲，我对山岩看，对山顶观看，这个人民家己徛起，无甲列国摆做伙，这是第一项圣经的记载。第二项圣经记载伫马太5章14节，讲恁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看袂着啦。华语讲你们是世界的光，
建造在山上的城市无法遮盖起来的。照圣经里面的那里讲，这就是属上帝的人，这是属神的人的一个表现哈。第二呢，当咱面对哀伤、压力、惊吓的时阵，咱是不是伫无意中就伫遐来采用世界的方式？咱不是伫遐来信靠上帝。第三，咱是不是愿意搁伫咧日常生活中间来活出上帝囝儿圣洁的子民的身份？上帝看重的，不是外在的仪式，乃是人是不是真正分别做成听上帝、听人。读完今仔日的圣经我的心得有几项的提醒。第一项不是讲伫咧食什么的，乃是咱每一天爱接纳什么进入咱的生命内底。目前在科技进步，侪在资讯在价值观、咱的情绪、关系、声音，我嘛是不是想着爱提醒我是不是有亲像上帝的子民相像，有分辨力，有界线原来提醒我，圣洁不是远离这个世界乃是伫世界中间，又原来清楚家己是属自罪。第二，好亲像有一寡禁止食的就亲像迄个走兽，第8节迄个猪好亲像咱嘛拢有伫食，我嘛足爱食猪肉。申命记的禁止的条例是互以色列百姓的律法。申命记、利未记中间关系食面清气甲无清气的规定是属于摩西律法、旧约的律法。伊的对象是针对旧约的以色列百姓的民族，伊的目的包括几项，分别以色列人甲外邦的民族教导圣洁无圣洁的观念。伫当时的卫生、文化、宗教背景的中间保护这群体，这律法本身无毋对，也无有被否定但是我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讲新约教伫咱即摆基督徒是毋是有缘受到这律法的约束呢？伫圣经新约内面咱刚才咱嘛看见耶稣甲使徒对食面的清气有新的解说，释疑嘛有侪教导这个议题咱听到另外各家己去了解今仔日的金句呢我所选的是申命记14章21节后半段，因为恁是归乎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以上咱做为同心来祈祷。至上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圣经这个信息提醒我毋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乃是你所拣选、所听的囝儿。求你帮助阮，伫哀伤的中间有缘有盼望，伫生活中间会通活出分别，伫同解最日常生活的中间选择会通来学习顺服你，互阮所接纳的、所拒绝的，拢会通荣耀你的名。互人对阮的生命中间，通看见属天的生命甲光。愿同心献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我会看见真高，早前人伫世界沉沦，享受最终快乐温顺，生命黑暗若手不分。那我会当看见你真高，受死奉献我命照有。照着基督耶稣来正，靠着上帝旨意来行，我要顺坦诚心来引带。我心较无亲近你，你的